优雅台语水，上界好听是台语。阿正先来报道故事历史，互你听个上欢喜。欢迎收听阿正先来报道，我是当牛，我是阿正，是阿正先嘞。我要向你请教哦，咱节目自开始吼，我就一直感觉讲，是安那是阿正先的报道。老师今嘛咧讲破，咱写是这个破去迄个破嘛吼。刀我一直叫是迄个道理的迄个道咱讲回地的是我混唔掉的对，结果是迄个读册读吼破刀，是安那至于读刀，是安那咱来讲破刀，咱破刀意思毋是讲那开讲咧讲话安尼嘛，是安尼是破毒这两字咧。这讲起来话头长啊，听我聊聊讲啊。好，咱准备咧，我看讲未了，讲来顶个节安好无吼？好，咱有一句话啦，讲吼，食茶脸消为，消遣怕拉凉。有，这我知。我听到这句话嘛，有。当年咧嘛，应该知影讲吼，2019年吼，有一个这个新闻吼，我记真吼，像我4月迄款吼，就是讲吼，人若要当火烧吼，这个生活习惯吼，有背这个顺序呢。哦，是哦。你敢有看到这个新闻？无，这条我人去。哦，这赖啊传偌久了呢。哦，你敢知影第一名是啥物话？就讲你若要当火烧，第一名是啥物？你知无？跟咱今日做有关系哦。讲叫做脸消诶，就是爱开心啦吼。第二呢，你敢知第二个？当火烧啥物话？是叫做为好难。哦，那跟咱今日这报道有关系啊！吼，所以我就为来这开始讲安尼好无吼？好，连日再过来请教老师，什么是为好难？OK， 好，这种吼有典故的哦哈。是。第三呢，讲叫做拉低赛。安尼8点我看反正拢爱触鼻对吧？对，就是心情爱好对吧？我去遐看吼，看这个资讯吼，真侪医生是认同的哦。伊讲吼，要当火烧的惯性吼，生活习惯呢，第一名讲叫脸消的，第二名叫做胃好难，胃讲较好难吼。是。第三呢讲叫做拉低赛。第四呢，他讲逐工吼食一粒鸡卵。爱食鸡卵。第五呢，讲逐工呢爱啉有够额的滚水，白滚水。是。第六呢，困8眠，这咱我当然接受的啦吼。对。第七呢，讲我逐礼拜吼拢爱食2遍的这个鱼啊。第八呢，运动。所以老师其实后边迄5点，我拢知啊。大家拢知。不过第3名。对啊。对啊，结果不是，咱大家拢知影讲爱运动，对不对？对。运动的时呢，结果是排第8名的啦。是。不过阿正先呢，我其实吼，伫个访问医生的时阵，我有甲因讨论讲，是安那人会得迄癌症？伊讲其实大部分拢压力来。吼，你看你即马讲当火烧头3项，对。你哪会当这？中时练消话为好难，佫一个什么？佫一个拉比赛，我心情就快活的吼，当然开心就无压力啊。其实吼，第1名、第2名、第3名吼，其实拢共款，讲艺术嘛，对不对？拢得个心情啦、趣味啦、是心情欢喜啦、开啦，对不对？吼，咁是安尼对不对？是。所以先生，这甲咱的报道有什么意思？有什么道理？有什么牵连呢？有什么牵连咯？是当然啦，你报道前，敢话你看迄个练消话，敢是人甲人爱讲话？是。你拉比赛敢是人甲人讲话？对。到一个人讲你细细念啊，对不对？你就无叫拉比赛。安尼叫细细念啊，对不对？嘿。好，还是讲叫做为好人，对不对？敢是拢爱有人甲人的迄个对象。哦。所以我要讲是啥物话？华语有咧讲一句话叫聊天。聊天一定要有对象嘛。好。所以不管你要拉比赛，还是从哪些，敢是拢爱有对象嘛。是。来聊天吼，咱来，我利用这个机会来讲吼，咱台语吼，以这个澎湃、青草丰富。是。聊天在华语讲一句聊天，我若要你讲这个台语有啥物话会当表示这个聊天？开讲。开讲来。2字的。我真棒啊！按开讲呀，对不对哈？开讲咱解释的嘛，对不对？来，咱来看哦哈。来，2字的。开讲，这大家拢知。第2个。尾先，这我冇听过。尾先，好，较少讲。有人讲脸先，好脸先，脸先。过来咧，第4咧，就是讲叫做破刀。
破刀，破刀，这咱的主题啦吼，咱的主题破刀，咱先为这来讲起啦吼。搁有第五，一般人即摆较少人讲的啊，叫做拍淡。拍淡吼，这我唔捌听过呢。拍就是讲哦，咱有一句话讲叫做足定的，足拍的。哦，拍定，有啊，你知哪写？有我唔知，拍我有就是有啦。哦，有内底敢是有2点2画，对不对？啊，那1画咧，就叫做定。啊，那内底无半画咧，就叫做拍。哦，迄个念做拍，对，讲起其实就是没有的意思嘛，就是无嘛，有里面少2点，就是无嘛，吼，哦，迄个就是拍。所以什么叫拍淡？淡就是咧高淡的淡，拍淡就讲迄无营养的话啦，讲空话啦，无营养的嘛，大地赛就无营养的嘛，对不对？哦，咁是安尼对不对？所以有一句话哦，叫做拍淡，哦，这句话较少听对不对？对。所以2字的呢，咱有什么有开讲，有尾先。有连线，有破刀，有拍淡。哦，啊那3字你想有什么话？3字，你看哦，看咱你这内底你看咱台语的这丰富性，咱这青草。啊，对江老师讲的3行啊。什么？冷笑话哦，对，来，过来。冷笑话啊！我搁想到一个呢，拍拉梁。哦，对啦。哦，过来。搁拄啊，拄啊，搁2个完蛋了，今晚死也袂记咧。你看我来，我安尼好啊，整理一下，互咱看到朋友甲同仁，你听看来哈，你看呢，你不得不可讲，台语无学就做拍算啊，你看，第一搬喙花。哦，啊，搬喙引呢？搬喙引个，迄是另外一个，叫另外一个。哦，搬喙花，搬喙引是叫绕口令。哦，是，搬喙花，拍拉梁，你讲过啊，对不对？讲拉天，哦，讲拉天，你拉天啊，你拉天啊，讲拉天，练笑话，讲戆话，啊，讲戆话，拍喙鼓，这较少听吼。拍喙鼓啊，等人家讲你讲叫做。搭喙鼓啊，搭喙鼓有听过？啊嘛讲拍喙鼓，拍喙鼓，啊拍喙鼓，啊搭喙鼓是，啊过来讲画虎兰，啊当然嘛人讲卡虎兰，哦是，啊其实吼，还有一句吼，搁再开来讲啊，其实若要认真讲啦吼，叫做画虎兰，哦，虎兰画虎兰，是啊，讲虎兰话，这另一讲吼，好啊好，过来老下海。有无？你要绕下海啊？哦，对，最后叫拉迪赛，安尼10个安呢？对啊，安尼有丰富啦。哦，是。哦，啊，所以莫怪讲吼，要当会上呢，前8名有3个是跟这个聊天有关系。对，咱甲整理一遍好无？好。哦，你看哦。好。啊，咱后边个较来好来讲这顾刀。内容到底顾刀是啥？别讲对。还是讲破刀。破刀到底是什么吼？你破刀就是聊天的一种嘛。而且咱来讲破刀，都有例子吼。所以咱来讲吼，讲2字有什么话？开讲、尾先、连先、破刀、拍淡，还是拉天。哦，拉天，拄则无讲到这吼，拉天。个3字的，搬喙花，拍拉梁，讲拉天，练笑话，讲戆话，拍喙鼓，搭喙鼓，画虎兰，卡虎兰，画虎兰，绕下海，拉比赛。安尼个10字的，啊，根本是10个哦。安尼有丰富哦。有，足侪，所以今日这集吼，听众朋友应该甲录起来。所以简单来讲吼，人要等会时吼，爱加讲一寡无营养的话啊，爱加讲一寡笑话啦。其实唔是啦，爱讲吼信息的话啦，对啦，趣味的话啦，就好心情较开阔啦。是，所以以后吼，咱伫个节目内底拢会定定听到老师咧讲起来。你讲你练笑话，毋过练笑话是有典故的哦，有典故的笑话啊，是。我是当牛。我是阿静，为你今天是阿静，真的破刀，咱伫后礼拜哈，后摆会甲听众朋友分析讲到底什么是破刀，比较较难的啦哈。是，谢谢。多谢。
上阿正生的报道由教育电台高雄分台制作，当洪正教授主讲，当牛主持，多谢收听。